親子36計之調虎離山》，作者笨麗爸爸。《西遊記》裏邊，眾妖精慣用調虎離山之計捕捉唐僧。我喺屋企亦經常使用調仔離機，甚至調仔離家之計，期望兒子唔好長期黏住電視電腦。家有男丁嘅父母，大概亦都唔明白現今男生嘅個性點解內斂得如此過分。我哋兒時嘅男孩子總唔中意黐家。放學回家，拋低書包便衝出門口，先到同學家串門子，然後一大群野孩子浩浩蕩蕩上街，住近山嘅便往山上亂竄，捉啲無辜嘅奇蟲異獸，虐待一番，或係漫無目的咁喺公屋各座間穿梭巡邏，以手中人字拖挑戰別座乒乓球高手。或者喺公園大型石屎水管裏建立自家基地，招兵買馬。最怕係聽到嗰句返嚟食飯啊仔，一嚟未玩夠，捨不得離開好兄弟；二嚟肚仔真係餓，聞到家家戶戶飯香來襲，唔返屋企必定飯餸不留。諗起昔日男兒本色，仍然覺得有一陣豪氣上湧，但係一睇到現今男孩子，卻不禁搖頭嘆息。當然，我亦遇過面容黑黑實實、行為粗枝大葉、滿山跑亦不嫌倦嘅人哋嘅兒子，但畢竟較以往罕見。眼見唔少鄰家男孩都係斯斯文文，打招呼嘅時候一臉羞澀，寧願整日匿喺屋企，亦都唔到屋外跑跑同埋曬曬陽光。查究原因，從前冇某種嘢，男孩子外向，而家有咗呢種嘢，男孩子可以成日足不出戶，因此斷定元兇就係電腦同互聯網啦。現代生活離唔開電腦同埋互聯網，雖然深知佢哋遠如男孩毒品，卻又唔能夠完全禁絕接觸。家長實宜早早使出調虎離山之計。調虎離山為36計中第15計，原文待天以困之，用人以誘之，往剪來連。強敵佔據地利，強上加強，難以攻克，必須用計誘使佢離開據地，再行擊破，方為上策。此計關鍵在調字，目的係要虎離山。點樣調仔離機，讓佢哋重回正軌，多接觸真實世界？點樣調仔離家，讓佢哋外出走走？重點係出招要早。現今孩子接觸電子產品越嚟越早，假若你掉以輕心，被發光怪獸先揾上你家男孩，連上線便後患無窮。輕則你唔能夠再聲控佢，因為佢嘅耳朵神經頻道可能只會接收喇叭震盪發出嘅音頻，真人發聲早對佢無效。重則無機不歡，五官完全封閉，腦中只有討佢哋無限歡心嘅虛擬領域。方法係扶植對手，早喺孩子接觸電視電腦之前，請先為佢哋至少培養一項實體興趣，以抗衡無可避免遲早要接觸嘅怪獸。興趣無需係琴棋書畫之類正經八百嘅項目，有爸爸愛揸車就用交通工具，有人愛釣魚就教細路仔認識海洋生物。我家最多玩具，就培養細路愛上砌模型同搜集玩具。有咗呢個立足點，每當兒子耳目封閉，我亦都可以借此打開佢嘅心扉，誘使佢離開電腦，到玩具店探訪至愛。
不過要謹記，電子產品雖然可惡，卻無需冷待，可與興趣結合成更強大夥伴。例如要求兒子喺互聯網上搜尋汽車、玩具同埋海洋生物圖鑑，獲取更多相關資料，並且同實物對比，令玩味更高，且發揮更大嘅教養效能。大家好，我係笨泥爸爸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另一個親子36計，再見。